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，是来自高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哦，严文生。我们欢迎 Vincent， 欢迎你。观众朋友好，厨娘好。那我们今天使用做芝麻球的话，我们有使用到糯米粉，那么糯米粉放进干粉。那今天还有使用到一个比较特殊的食材，叫澄粉，澄粉又叫丁面。那我们今天需要使用到温水，温水至热水，那大概我们使用到1瓢。有点像烫面的做法哈。那我们这个部分，我们先稍微把它拌开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把糖下去，给它降温。然后再1瓢的水，总共3瓢。然后等到它稍微都成团了，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拌面团。因为非常烫，做这道菜，我们现在都用搅拌器在做了。那它会开始成团。那它今天会再使用到一个食材叫猪油。那猪油它炸完它会有膨胀，然后让它更香气、更酥脆。所以一般的话，他们可能会用酥油，不过自己做的话，我们还是建议用这个猪油会比较好啊，因为酥油本身它也是一个像合成的油脂类哦。那猪油的话，至少我们看得到它是从猪身上来的，酥油的来源我们就真的不是很清楚，它到底怎么样形成这个酥油哦。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用天然的猪油来制作。那厨娘，你看它会开始慢慢成团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拌它、磨它。把它磨均匀。好，这样子揉完之后也不能马上使用，对不对？也要让它再醒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个要冰啊。对，要冰。哦，要冰。让它松弛。大概要冰多久呢？最好的话，如果前一天做起来冰，那会更好包。哦，是哦。对。不过我们放冰箱，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哈，不要说只是放在容器哦，一定要用保鲜膜把它封得很好，不然它的水分呢会挥发掉一些的话，我们再来做芝麻球的时候，可能口感上呢就会有一些差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去冰箱。好。那除了我们现在要包我们所谓的芝麻球，是。那芝麻球它就是用我们的虎口这边把它轻压，那面团打得好，我们就不会裂开。哦，好。然后把这个放在上面，这个是乌豆沙，含有的乌豆沙，你不能买没有含有的，没有含有它包不起来。那用手边这边，把它夹着，然后慢慢这样子到虎口，很有天分。然后把它手一样，对，手一样，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包那个汤圆啦。它这个如果用水煮就变汤圆。哦，对 ，OK。然后，我真的很有天分，这么圆，希望待会不要爆开。不会。然后就是压着，然后用虎口收它。这个做好可不可以放在冷冻库啊？可以。我们沾完芝麻，然后就是冰冷冻。是啊，如果要炸的时候要退冰吗？还是直接炸？直接炸就好。哦，是哦。可是要稍微炸久一点点，它才会熟。那我们必须要过2关。那厨娘这部分可能麻烦你。那沾水的用意是让白芝麻可以吸收在它的表面。那在搓它的时候，尽量手不要有水。然后尽量让它全部都有沾到，然后要搓。你如果没有搓它，待会下去就变
芝麻是芝麻啊，糯米团。OK， 我们就会变成炸芝麻油了，好，就是我们的芝麻全部都会在油里面，而不会包裹在我们，就是说不会包裹在我们的这个真正的糯米团上面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按压它，让那个叫做把它砍进去、镶进去，对不对？那会用到开始它会慢慢出水，那就是代表一定要做到这个步骤，芝麻才会连得上去。秋雅要不要试看看？哎，真的也会出水耶！哦，好好玩哦。我可以体会老师的意思了，是这个状态吗？对，然后要再搓一点点，因为它旁边这里还少一点芝麻。你的意思说还要再加芝麻？然后再下去搓。哦，然后再下去搓。那我们在炸芝麻球，好，必须要有一个温度，那温度大概在160度。那我们要下锅油炸的时候，我们再稍微给它塑形一下，因为我们有地心引力，那它一定会稍微再扁掉。那油温大概150度到160度，它会下去会马上，就是它温度够了。炸芝麻球还牵扯到地心吸引力啊，真的还是假的啊，Vincent？它真的会慢慢扁。哦，真的哦。它会慢慢扁掉。那我们一开始要用泡的，用泡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它里面是粉，那用泡的话让它熟透。因为芝麻本身油分很多，你在150度、160度，其实芝麻很容易上色。但是一上色，如果焦掉的话，里面的这个糯米呢还没有熟的话，它就不会蓬，然后也不能吃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就硬邦邦的。我们要等它呢，这个体重变轻了，浮上来了。可是外面的芝麻的颜色呢，还是非常的就是有卖相。对。那为什么不要退冰呢？因为冷冻退冰它造型会整个变掉，会扁掉，就是因为它透过退冰的过程中，它会慢慢的形状就改变，所以我们会尽量使用说冷冻下去炸，然后多炸一下就好。那芝麻球的话，它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在上色，那再稍微给它炸一下，尽量多给它泡一下。那我们等到颜色都上来，我们再开火把油逼出来，就是把里面含的油把它逼出来。那它都上色。那再把它盛反就 OK 了。那我们再点缀现在蛮流行蛮夯的一个食用花，那它是可以吃的一个。这是可食用的花卉啊，不要像我以前住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家院子里面有很多的花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说把它放下去，哎呀，后来上网一查，哎呀，不是哦，不是所有的花都可以吃哦。你不要以为鹿来吃的花你也把它吃了啊，松鼠啊，或者是说一些那个小鸟吃的东西呢，你都把它塞到嘴巴里面来哈，所以一定要非常那个就是慎重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一集真的是热情如火，哎呦，都是油炸的，所以我们的摄影棚呢，就是非常有温度啦，啊，人家现在不是在强调有温度的料理嘛，好，我们真的是非常有温度，而且非常的高温。我们今天把这份非常火热的、非常热情的料理送给全球热爱我们厨娘香 Q 秀的观众朋友们，非常谢谢你们，我们下次见，也谢谢文生，下次有机会希望再跟大家分享这么美味的料理，我们下次见喽。